老师平安，非常的寒，观众朋友食饱未？今仔日我哪会迄个，我走去买这个，像穆斯林呢？有成吼，有成吼，其实毋是啦吼，我毋是卖火柴的，我嘛毋是巫婆。今仔日咱要来一个所在，就是阿伯拉罕伊出世的所在啊吼。听讲遮个你看我后壁这。足水诶吼，而且包头巾啊，拢足水。是，遐个人拢爱包头。是安尼。观众朋友有人包头诶无？你会知影为虾米因要安尼？而且咱今仔日要去诶所在，就一个真特别诶故事。听讲火会当变做水哦。来，即个是创世纪迄阵诶现场，就是阿伯拉罕，有人是识伊无？来，应该是识啊吼。阿伯拉罕上帝直接甲伊讲话。直接甲伊讲话所在，是毋是查真正会变做鱼啊？吼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影片哦。咱顶礼拜讲伫阿伯拉罕诶故乡，哈兰。阿伯拉罕讲伊诶故乡就是哈兰，哈兰离乌尔法无远嘛，40公里拢共一个地区啦，拢是一条河，只有一条河流入幼发拉底河吼，拢共迄条河水诶内面啦，所以两边诶桑勒乌尔法甲哈兰会当讲因诶讲话啦，还是习惯啦，拢是共款诶。老师去诶迄阵佫青青诶吼。佫有迄个树叶啊，即阵阮遮零下几啊度，看袂遮水啊吼。迄阵是塔拉。塔拉带，就是塔拉是阿伯兰的老爸啦。因老爸名叫塔拉，塔拉带伊的囝阿伯兰，甲伊的孙罗德，就是哈兰的囝，以及伊的新妇撒来，就是伊的囝阿伯兰的某。因三甲出加勒底的耳城，要去迦南地。因到哈兰就住伫遐，这是一段圣经所写的，就是讲对桑勒乌尔法遮出发，一直行向南边，一直行，因为因要迦南就是向南边一直落去就到啊。即摆行到40公里，到哈兰，想讲，可能因老爸是想讲，即个哈兰，即个城市的名，甲因囝共款，伊的大汉囝名做哈兰嘛。即个都市的名叫哈兰，伊大汉囝吼，伫伊的面前死去，伊当然伤心嘛，所以咧离开的原底大的乌尔法来了，往南边行要去迦南地。到遮想讲，这名共款，就从暂时住伫遮，直到伊死。阿伯兰，搁互上帝一解启示讲，你离开这个所在，离开你本乡本土，你老爸家，向我要指示你的所在去，就是安尼。这个故事是安尼来。所以咱顶礼拜有讲到哈兰，若无看到会当搁转去看咱顶礼拜讲的所在哦。你看遮个人吼，咱像还未结婚诶，爱包头巾对无？这个人啦，因可能即摆乌尔有南北的讲法，因为有一派学者，就是讲专门在研究圣经的人啊，有一派学者主张乌尔是伫波斯湾遐，都有一边的学者也是研究讲乌尔应该是三的乌尔法，就是咱今仔日要讲的遮，到底是倒位？拢无确实的证据啦吼，所以咱两边拢你若有去遐看就看有来北边看，因为我敢若来北边，所以我就今仔日要讲的是北边的三的乌尔法。所以有人讲是有人讲南边迄个乌尔，有人讲北边这个，才是真正古早时代的乌尔城。是。所以大部分的人拢感觉应该是北边啊吼，
无行落来，佮行起哩，佮行落来迄种。因为若伫南平诶时哦，行去合兰你倒吊行，哦，因为下骹迄个乌尔要去甲南地，就从啊对中途遐就会当撩过，就会当钻过迄条幼发拉底河，啊直接对合兰去，对尾啊来嘉南地哦，到嘉南地去。哦，当然伊袂当直直过啊，直直过迄是沙漠啦，啊别个沙漠你无法度过，所以伫中遐就会当过去啊，就免个爬去咧合兰。为遮就过去啊，所以应该是伫遮较对。即个就是幼发拉底河哦，迄条幼发拉底河，比格里斯河，这种咱讲过诶所在啊吼，会当倒转去看名诶。啊来，即个就是讲，共款吼。三里乌尔法，是。北边迄个目前诶名叫做三里乌尔法吼。就是北边，咱今仔要讲诶，就是即个所在。北乌尔，乌尔甲迄个合兰前礼拜讲诶吼，差40公里啊。是，即个就是拄则三里乌尔法城市，这是个城市。三里乌尔法吼，伫幼发拉底河诶东边80公里。有即个所在，因为有啥物阿伯来汉诶路啦，个城内有一个叫做，即个名足长吼，一个清真寺足长诶，这个叫咩利路，迄我袂晓读，因为伤长。有人会晓读无？因诶名拢足长。清真寺诶名足长诶，不过内底吼，才有一个溪池吼，叫做巴勒克勒戈尔湖，即个水就是传说讲阿伯兰没有尼禄皇帝要甲用火烧死的时，火变做水的所在，所以这个水就是上帝准备的水。就是即个即个所在啊吼，即个是清真寺对不？目前是大家拢讲三里乌尔法就是阿伯兰出世伫遮了对啊。即个湖叫做啥物足长诶啦吼，家己读。即个是伊诶城市，三里乌尔法诶城市诶代表诶鸟啊。因每一个城市有代表鸟，但后壁迄张就有河水，佮有鱼啊。遮啊，有即个巴勒克勒戈尔湖即有那足长哦。对啊。即个湖足长诶名。伊诶传说故事是安尼讲啦，讲较早伊出世诶时，伊诶时代拄啊甲宁禄皇帝啦，宁禄皇帝共迄个时阵，因为有迄个预言家啦，有迄个看命先诶啦，就甲皇帝讲，伫什么时阵会出世，有一个囡仔出世，特别将来会做国王。当然，尼禄皇帝伊国王就足烦恼啊，讲安尼哪会使，所以甲迄囡仔拢杀死。阿伯兰因老母就伫洞内生出来，因为毋敢互人知影，所以秘伫洞内底。生出后来伊大汉啊，大汉以后呢，阿伯兰佫无爱拜，因为大家拢爱拜皇帝嘛，皇帝就是神啦。阿伯兰无爱拜皇帝，所以皇帝尼禄皇帝足生气，特别甲伊点落去火林甲烧死。毋过点落去时阵讲迄火从啊变水啦。迄茶咧烧诶茶变做鱼啊。所以讲遮鱼啊有污点，讲就是烧过记号啦。这厉害哦！这是个传说啊，伫到今仔日。食水食鱼鱼啊甲水，真正是即个城市内底，差不多逐人拢知影诶一个故事，一个常识。一个所在拢爱有故事安尼较有人去看就对了。所以即个听讲伊是伫遮，就是伫即个边啊。一个清真寺的下骹啦吼。
所以伊即个大家看我嘛有样读啦吼。即个洞爱压入去，才会当入去哦。你伊即个宽度差不多100公分吧。哦，就是你爱压落，你袂当直直安尼行入去。这算是防空洞诶，做生那像一个洞，但是内底厝着较大啊，内底一家拢安尼要入去所在拢足矮，然后入去着较快。哦，特别互人谦卑着对啊，是安尼吗？即个就是讲迄个下骹内面哦，内面所用诶水诶，迄款感觉起来就是迄颗水着对，代表迄个会变水。哦，是因为伫迄个洞内面吼，即个像是钟乳石洞，毋知影我学白讲诶，但是即个水真水吼，是真水。所以因就讲伫伊后壁内很有可能伫遮出世诶吼，所以这是真正诶代志哦。所以因嘛是穆斯林吼，因也是相信后壁内汉是。目前拢是穆斯林诶。是，即个山里，就是山里，就是土耳其诶语言内底哦，伊讲迄个意思就是讲足伟大啦，足公营啦，足尊严诶意思啦。所以为什么叫做山里？本地名叫做乌尔法，乌尔法佮加一个山里，就是讲一个光荣的公营诶乌尔法。即个乌尔法对因来讲，因为其实阿比兰对足济宗教拢是足重要诶人啦。犹太教也是共款啊，是因诶祖先啊，伊斯兰共款啊，是因诶祖先啊，基督教天主教毋是拢共款，信心诶老爸信心诶老爸。所以是无论什么教，拢有相信即个人是真诶。拢是因诶上第一个就对啊，因诶祖先啊。所以有足侪传说啦吼，还有即个所在古早毋是差不多是1000年左右啊迄阵住伫遮拢是阿美尼亚人，因为阿美尼亚迄阵诶土地真阔，即个所在有哪属伫阿美尼亚诶土地，所以因诶字母阿美尼亚诶文字诶字母就伫遮发明诶，伫遮写出来创造出来。这就是因诶迄个。即个城诶旗啊，因啊足济足济所在诶旗啊，这就是因你看因咧卖包头巾哦，色地拢足水，个拢足大条。这参泰国有一点仔像呢，泰国嘛是做爱包身躯，伊是包身躯。泰国较济花啦，你无？迄花蕊诶花色较济，遮拢差不多即款型诶。泰国人是包身躯啊，伊是包头，规个包了了吼。但是哪有人用安尼包身躯规身躯包一条巾啊？是，应该是因为迄阵诶土沙足济，是毋是？所以嘛是保护伊诶身躯安尼。有人知影为虾米要包诶无？会当甲阮写一个。所以咱来看老师录诶即个所在。这个是那边的就是你看拢爱压落来吼。这个洞入来以后，固定无悬啊，毋过内底咧其他祈祷的人足济啊。因为这变成一个圣地啊，穆斯林伫遐拜，伫遐跪拜。因为因相信这是因的阿伯拉罕祖先的出世的所在，才会当去着。
这个基督教的教堂的顶悬是那个清真寺。以前是教堂，后来叫。以前是教堂对，亚美尼亚人伫遮是教堂，东正教的教堂。所以亚美尼亚人，后来因就拢互赶走，拢互穆斯林的人赶走。那个是团水的所在。团水上帝用火变做水，这个猪啊，那个茶，烧的茶变做鱼。因这是白搭的火，这款火是白搭的，唔知有啥物路用，我更唔知影。水水啊！是做啥物？黄金的石油那用来。哇！规个拢金，唔惊人抢嘞。老师迄个会记你开防震，可以会慢慢摇的哦。啊来，这个是，这个规条街，观光客的街。这观光的所在拢有咧卖。因卖食品，当食的物件食地有哪足济。对哦。伊做落来所在是讲较无啥物物件，因着做爱甲物件拍落搭吼，做侪香料安尼啊。遮遐个囡仔拢是，所以咱拄则吼，有讲着因是啥物？因的名叫做光荣对无？叫做公营。公营的乌尔法。但是伊其实是伤心的。那伤心的乌尔法，你看这是基督，因基督的所在哦，那像查甫有分开。所以迄阵足早以前就有人。对，足早以前，咱后盖个要来讲迄个塞琉古王朝。这个城市是塞琉古王朝建立的啦。其实伊斯兰第一届来到乌尔法是638年。耶稣基督是伫死人，耶稣30几当的顶十字架，伊学生就差不多100当左右，就拢咧传福音嘛。638年迄阵，伊斯兰才有出来，才出现伊斯兰教的对。所以其实这以前是基督教的什么？拢是基督教的天下，即个红色的教堂，应该是红色的教堂，迄个顶悬来去，因为托尼基就是回教吼，伊斯兰教起来的时阵，就足侪基督教拢互赶出去，尤其亚美尼亚的人上可怜，足侪人拢互杀死嘛。若杀无死个，就拢爱赶走，所以这个所在基督徒拢赶了，剩迄个穆斯林伫遮。所以那时候伊的名是都好听的。上心爱因遮吼，你看遮的人后少年囡仔，后甲中年人，因伫遐拢创啥？白日日死啊，伫遐拢无代志做啦。无头路无去学校毋知咧创啥。这是因穆斯林咧祈祷吼，即款。你讲遮个囡仔，拢是问题囡仔，毋是无一定啊吼。但是听讲拢是无代志。听讲大家拢会惊，外口的人拢会惊，因为因拢无钱嘛，无钱就想空想胖啊，看要淘汰还是要用抢的，拢会使。无采洗了做引导吼。
那个真水诶吼，但是因为生活诶关系吼，有诶是迄个外国来诶吼，像叙利亚诶难民啊，还是讲倒位诶难民过来。因为倒伫遮呢，这是迄个，著祈祷了足忝著倒伫遮困啊，因拢是安尼啊。安尼一边祈祷一边困安尼啊吼。对啊，因遐祈祷几日，有时祈祷几日诶呢？你知影毋知？毋知，观众朋友，你有祈祷几日诶无？所以你看因非常诶虔诚，对无吼？咱想迄是，伊知影即个所在是古早阿伯拉罕所在，所以因足疼即个所在，足爱即个所在啊。因诶信心，也是讲因即个对因诶信用非常诶虔诚吼。所以咱今仔日，多谢老师甲咱转去即个出事诶所在，阿伯拉罕出事诶所在，逐个宗教，足侪宗教吼，拢知影即个人，即个所在诶吼，创世。阿伯拉罕大家捌咧，逐个拢捌咧哦。看到遮诶人，家己，互家己饲一个赞对无？因为咱拢是安那，咱拢是一个愿意来军队圣经所讲诶吼，愿意相信圣经诶人。咱后礼拜阁要继续来讲老师拄则讲诶迄个所在，叫做塞琉古。塞琉古的迄阵诶历史啊，咱来看较早诶历史，甲圣经记载拢共款。是，所以共款时间，台湾8:20，泰国7:10，澳洲1:10，就做伙来讲故事，祝福大家平安，而且有健康。最近较寒吼，多谢老师。